加上客家四宝笋丝、香菇、福菜和萝卜干。餐厅老板林中飞把客家元素重新组合，做出口感绵密、层次丰富的豆腐乳鸡。有好多的乡亲啊，年长的长辈，他很想吃一些柔软绵细的那个菜啊，所以我就推出了这个豆腐乳鸡。林中飞当年回到故乡万峦，为的是照顾生病父亲。开餐厅则是希望把客家美食分享给大家。这是本地所生产的芋头、玉米油，我把它做成芋泥香酥鸭。芋泥加入鸭肉丁，搭配道地客家油葱酥和独门配方，入锅油炸，外酥内软的芋泥香酥鸭是每桌必点佳肴。同样是在地的新鲜橘子做成的极酱排骨，火候和时间的掌握是美味关键。它炸的时效性有没有到某一个程度，那个是决定了这个橘酱排骨的肉香不香，颜色有没有呈现。什么都要很讲究。工程师出身的林中飞做起事来精准有条理，进了厨房当然也有一套 SOP 作业流程。你只要把那个重点，一个过程的重点，整个都有抓到，然后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小心就会拿到第一名。说不小心，其实林中飞可花了不少心力，才让他的红曲猪脚在全国猪脚比赛中得到创意组第1名。凡是亲力亲为，在客家料理中不断变化新菜色，是林中飞不变的信念。上课喽！一引用，一引用，一引用。